仲話要取代香港，係嘛？呢個就係習近平嗰種痴心妄想，因為佢懟冧咗香港，佢自己親手懟冧嘅。佢覺得冇乜大不了啊，香港係咪？你總到出嚟，我咪又砌多個香港出嚟咯。結果呢個地方咧，話俾你聽實爛尾，而且係爛尾到咧係唔會有外資入去嘅。呢個地方只有大陸嘅資金，嗰啲外資有嘅係假嗰啲咯，係咪啊？中國人喺海外，即係啲大陸佬啊落嚟香港啊，成咗間公司翻去呃鳩大陸人嗰啲咯，係咪？好簡單㗎，肯定嚟緊有好多柬埔寨啊、新加坡啊、馬來西亞公司啊、印尼公司係嘛，甚至乎台灣公司都得㗎。大陸佬喺唔同嘅地方開間空殼公司，跟住話人哋做投資係嘛？咁咪得咯，佢啲外資全都係假嘅，唔會有真外資嘅。你咪叫下咯，咁撚筍，你叫阿侵嚟起就侵 Tower 啊嘛，阿侵咁傻閪都唔會嚟起啦，係咪？除非你話得啦，我送笪地俾你，建築費我包，係咪？起咗之後賺錢先俾翻我，咁佢就會嚟。